什么叫做欢喜进香团？若是要带大家去宫庙拜拜了，搁要带恁有啥物好耍的，就去耍；有啥物好食的，就去食。有耍有果味，就是咱进香团的目的啊！姐，我来啊！你来。阿妹，哦，你这飞机啊？那找飞机。哦，你这是咧抓宝可梦哦。这摆少年人较强，今仔借600块，一个少年人哦，伊借600，平298。350倍。哦，啊，你是毋是说台湾上早的红叶庙啊？对，这个是黄金，用鎏金的方式来做。后面总司讲白白，若无人请就家己来。大家拢有上网做直播前加签啊，叫做东方艺术殿堂。哇，好看。真正出袂听。是应该啦，市民本来就是高高在上。